食抗生素醫暗瘡同埋玫瑰痤瘡。一開始咧皮膚咧好似有好轉喎，點知咧一停藥，啲瘡竟然報復式咁爆到仲勁過之前。嗱，我見過咧無數嘅客人咧經歷過咧呢一種停藥之後嘅大反彈喎。今日咧等我咧幫大家拆解呢一個醫學嘅盲點。權威醫學期刊 Nature 同埋 PLOS Biology 用導彈嚟做比喻抗生素喎。佢話咧抗生素咧唔係精準導彈啦，而係地氈式嘅轟炸。嗱，想像咧你條腸咧係一個坐滿咗客人嘅餐廳啦，抗生素咧一去到嘅時候咧係冇差別咁咧，將所有嘅人咧即刻咧好菌壞菌咧全部咧係趕走晒喎。嗱，當你一停藥啦，生存能力極強、走得最快嘅壞菌就會咧第一時間咧衝入咧呢一間餐廳咧霸翻晒啲位啦。咁係呢一個就係醫學上講嘅壞菌報復式嘅爆發啦。嗱，所以咧抗生素咧一開始食幾日啦，條腸咧嘅益生菌咧就會斷崖式咁咧被消滅㗎啦。咁同皮膚有咩關係咧？嗱，其實醫學界咧非常重視咧腸皮族呢個理論啊。當腸道被壞菌咧霸佔啦，而腸道嘅黏膜咧就會發炎受損，形成咗腸漏症。壞菌咧釋放嘅毒素咧會經受損嘅位置咧流入血管啦，跟住血液咧就會游走全身。嗱，當毒素咧反映喺我哋皮膚上面嘅時候咧，就會誘發咧我哋嘅面部咧有嚴重嘅發炎啦，令到面部嘅暗瘡啊、玫瑰痤瘡啊、濕疹咧瞬間大爆發。所以咧長期靠抗生素咧去壓制皮膚發炎咧，其實係治標唔治本啊，甚至咧會埋下更深嘅發炎炸彈喎。想真正斷尾咧，就要由修復腸道啦，降低身體發炎開始啦。我係皮膚炎症專家 Ada。如果你或者你嘅朋友面對緊停藥後會爆瘡嘅問題咧，唔好再盲目依賴呢啲藥物啦，即刻 inbox 或者留言腸道修復俾我啊，等我咧一對一咁幫你揾出根源嘅方案。